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 咱将时间到敬拜赞美。亲爱的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又到这个敬拜赞美的时间哈，请咱用欢喜的心三角来敬拜赞美，请大家起立。学欢喜，学欢喜，对我讲一摆，学欢喜，学欢喜，嘿，拍鼓、跳舞、弹琴、学乐，这咱不咱唱过哦。 唱
谢赞美主，请坐。圣经记载讲哈，咱得爱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咱所指定的旨意哈。所以常常喜乐就是爱常常欢喜，来吟诗来做，不住祷告，咱就我靠主，自己我靠主，来为这个土地，为国人，为大家。需要啊，为着身体欠安，会向日子来祈祷，然后也要常常亲近神，感谢主，要常常来感恩，常常献上我们感谢祷告这样子，我们来用新圣诗来做敬拜赞美。拄只第一首是新圣诗，第三首嘛是讲是新圣诗，519首。为这块土地完成心祈祷。为这个土地完成心祈祷，愿主的真理大光传递遍照，为这个城市。愿你奉救。
谢白上帝慈悲怜悯跳堂的主，阮真欢喜伫即个圣的主日，会当伫遮欢喜来敬拜阿拉主你。主，阮要伫你面前感谢欢喜吟诗，阿拉你无煞。主，阮知伫你面前有平安甲喜乐。主，你的内面摇耍袂尽的稳定甲福气。主啊，阮较无你的真理，阮亲像鹿翕无亏这一样。因为主，你就是阮所敬拜的唯一的独一的上帝。主啊，我要为这个土地诚心来祈祷。愿主你听阮祈祷的声，愿你的圣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得成，愿主你永远甲阮同在。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来求，阿门。恁着学乐摇花，恁着感谢摇花，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既若遵守公平，常常行公义的，即号人就有福气。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咱请起立来吟《新圣诗193首。
咱因全守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坐，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你创造万物，你创造宇宙，你有温柔的双手，你会当安慰阮受伤的灵魂。主啊，你有宽平，审判一切罪恶，嘛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阮的上帝是独一真的上帝，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上帝。主啊，你所拣选的百姓，即时伫你的面前，要领受主你满满的恩惠。求你今仔日就着牧师讲着上帝的话，搁一摆来，互阮明白真理，互阮会当搁较深来明白主，互阮会当来成全上帝你伫地里的旨意。主啊，愿求你帮助阮，既若心灵忧伤的，你来医治；身体欠缺的，你嘛是要来看顾伊，互伊到完全。主，阮的需要，阮知你的恩典够也阮用。你已经为阮备办济福气，伫阮的面前，伫阮的家内，伫阮的教会，阮拢要来遵守上帝你的话语，照着上帝你所定的旨意，甲以上来跑走。求主你来祝福罗州教会，成做一个广强的教会，因为这是你所亲手来建立的。主，阮搁一摆将阮兄弟姊妹仰望伫主你的圣手，阮无够额的，求你来加添；阮有得罪上帝的，求你来赦免。愿今日的礼拜会当归荣光互上帝，互听的甲讲的平平得到利益。主，阮感谢你，阮安尼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主听我。
即时咱拍开生死史后壁面1051页，客应文第29篇，客应文第29篇，诗篇119篇。显着我来刻，恁来印。行为无通正直，坐声即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坐声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过世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这时，咱圣歌队要为咱来献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这时，咱来读今日的圣经。约翰福音书第8章31节到36节。约翰福音书第8章第31节，耶稣就对信伊的犹太人讲：恁若常常踮伫我的道理，就真正是我的学生。恁要捌真理，也真理要互恁自由。伊意讲，阮遮个阿伯涅罕的后裔，将来袂捌做人的奴才。你怎样讲？恁要得到自由啊？耶稣应讲：我实实甲恁讲，囝若犯罪的，就是做奴才。奴才无永远住伫家内，囝就永大。所以囝若互恁自由，恁就真正自由。以上。这是咱请起立来坐念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意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参是讲，你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欢迎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若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时，咱要请该瑞莲纪念教会的黄明忠牧师来为咱讲道。今日的主题是认捌真理的门徒。各位咱主内兄弟姊妹，大家高早，大家平安。感谢主，头一摆来罗州教会，甲大家做伙来礼拜，愿上帝赐福今早起的聚会，互咱拢会当领受伊的道理，也明白伊的道路。今早起咱是通过文字事工纪念主日来交换讲台，咱伫逐礼拜咱拢有得到教会公布，也是更新月周刊也是讲咱每一日的灵修，咱有一本毋免钱的新眼光灵修手册，咱得到侪侪的资源。咱逐礼拜伫看遮的文字的时阵，咱拢毋免付出任何的代价，总是咱也会当来思考，就是遮的经费，拢是通过教会的兄弟姊妹大家支持、大家奉献，才会当互侪侪人真普及来得到遮的文字的祝福。所以，这个文字的事工，是一个真大的祝福，也伫咱教会界，诚做历史以来真大对台湾的贡献。也伫这个文字，咱会当真理解到，这个文字有记忆的价值。记忆的价值就是将咱的古早的代志会当记录、保存，然后过来传承，然后互咱会当来分享。所以，这个文字的事工实在是真要紧。咱也通过文字，咱会当看到上帝的话，咱会当明白上帝安怎样教导咱，也明白咱的主耶稣伫这个世间伊的行动。伊的款式，今仔起咱伫即个对话的中间来看到讲，这是耶稣甲犹太人的一个对话。当耶稣对因讲，我要将真理来传互恁，
安尼真理要互恁来自由的时阵呢，这犹太人因的反应是奇怪，耶稣所讲的话，因为因听到自由这个字，这个自由伫当时社会所代表的是一个社会的阶层，所以当耶稣讲我要互恁自由的时阵，因无掠准讲家己需要自由。以前的罗马时代，伫这高压的政治管辖的下面，当然犹太人因无家己的主权，总是伫这个社会阶层顶面咱有看伫上顶悬皇帝，过来贵族，过来贵族所管理，即规个政府所管理的军队、警察，到伫一般的老百姓。然后伫老百姓的下骹，阁有一个叫做奴隶的阶层，所以伫这老百姓，因特别伫迄当时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自由人。在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里面，他们除了皇帝、贵族，再来这个政府、军队，然后到官员，然后到一般的老百姓底下有一个奴隶，特别这个百姓，一般的子民，他们在当时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自由人。所以因听到耶稣讲我要互恁自由的时阵呢，因听了的意思是讲耶稣恁刚伫讲阮是一群奴隶，所以因感觉真奇怪，因安怎回应？因甲耶稣回讲。阮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毋捌做过什么人的奴才。对犹太人来讲，自从因的祖先亚伯拉罕开始，因这个民族，咱若伫圣经一路看到旧约的记载，创世纪上帝警调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开始，这个民族。以撒、雅各到12个囝儿，变做12个支派。因一直接受上帝的引带，因有明白上帝的律法，因是掠这个做因的骄傲。特别当因出埃及的时阵呢，上帝就应允因要成做一个国家，因要成做上帝的百姓。所以因看家己。是足自由的人，因看家己是上帝的百姓。这个时阵，耶稣对甲因讲：“我要互恁得到自由的时。”耶稣伊要指出讲，因即摆到底是甚物款的状态呢？是无自由呢？其实耶稣在讲的，毋是因伫社会的地位，因也毋是伫讲。因受到罗马帝国的管辖，成做罗马人的奴隶。事实上，因就是一般的老百姓。百姓甲奴隶、奴才，伫迄当时是无共款的。老百姓会当自由行动、做生意，甚至是旅行。奴才都无法度，因毋是人，因是物件，属伫主人所管。主人爱伊做啥，伊就做啥，伊袂当凊彩离开主人，除非主人要甲伊卖掉。所以，到底即个自由，在讲到犹太人，因的即个情形呢，即个奴才，无自由，做奴才，到底是做甚物人的奴才？耶稣伊要通过即个对话，来讲起，因虽然即马伫社会。的地位真自由，因也有听到上帝的律法，总是伫因的心内无真正追求上帝的道理，就算是上帝的囝亲身徛伫因的面前，因这个无相信的犹太人嘛认袂出这是上帝的独生囝，所以这个因受到压制，受到这个控制。的来源是因的罪，因受到罪的控制，
就真做的路财。今日咱通过这段圣经站，通过耶稣的话，咱也搁一摆来提醒咱家己。咱虽然是真做一个基督徒，总是咱爱真清楚，咱伫灵性有自由啊无？当咱家己感觉家己是上帝百姓，是圣洁的子民，来感觉咱所做一切拢符合上帝的心意的时阵，咱真容易甲家己拍100分。我们很容易在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教会做礼拜，我们有参加服事，特别每个礼拜我们都奉献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在心中也给自己打100分？咱是一个足好属于上帝的百姓。所以呢，今日咱讲到自由的时阵呢，若是感觉咱一点仔感觉拢无若是感觉讲即个自由对咱来讲毋是特别的代志的时阵，咱需要认真伫即个耶稣的信息中间，伫主的面前咱来好好来谦卑，认咱家己的罪，因为自满这是伫上帝面前足可怕的罪。掠家己做义这伫咱新约的时代、新约的圣经来讲是非常多的记载。特别伫耶稣伊迄当时在传道理的时阵伊上大的敌人应该讲是处处得甲伊作对的人，有法利赛人，有这个律法的教师，有法利赛人跟这些文士因拢用圣经的话得甲耶稣辩论。虽然因得讲的是圣经的文字、圣经的话，总是因讲出来是要来甲耶稣捆绑，来将信靠上帝的人捆绑。因为伫因的时代发明侪的仪式，互家己清气的遮个顺序仪式，要互人伫宗教的顶面来做好用安尼来得到上帝的认定，做义人用这样遵守律法、洁净的仪式，让自己符合上帝的要求，成为一个义人。总是这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意思是爱人伫心内诚心悔改，认定伊是唯一的主，然后来信靠伊、顺从伊。咱会当伫路加福音的15章的耶稣的譬喻，浪子的譬喻，相信这是一个足互咱印象真深的故事。一个细汉囝离开老爸，去放纵伊的私欲，到尾伊啥物拢无的时阵呢，伊干那知影一项，爱转来老爸的面前，认家己的错误，恳求老爸搁一摆收留伊。伊转来到老爸的面前，伊承认伊过去所做的一切拢是毋对。伊干那恳求伊的老爸讲：今仔日，互我踮伫你的厝内，我做奴才无要紧，我服侍你，我只愿望就是我无爱离开你。总是这个老爸伊有伊的主爱。讲到底是伊的囝，甲伊抱条甲伊带入门，要办桌请人客，因为伊的囝转来这个中间咱注意到，有一个人真无欢喜，就是伊的大汉囝。大汉囝来甲伊的老爸埋怨讲：老爸我一直伫你的身边，我一直服侍你。我为你管理你厝内所有的财产、牛、羊、精生，甲遮的仆人，你从来毋捌为我杀一只牛。今仔日即个做歹的弟弟转来，你
台牛，你为伊办道，请人客。所以，这互咱来理解着讲，这个大汉囝呢，就敢若亲像伫上帝的百姓中间，已经家己认为讲，我已经做了完全，我已经是全是美，我已经是得到上帝的认定，会当伫伊的身边，然后我就权通来决定讲，什么人会当来就近上帝，什么人袂使。这种的自满，咱若是感觉咱真做一个基督徒，像咱安尼甲耶稣的话小解一下，阮是基督徒，从来毋捌做过什么人的奴隶。意思是讲，我已经明白救赎的道理，我已经知影天国要往倒位去。我已经有即个门票，会当入到天堂的内面的时，小心，各位兄弟姊妹，咱需要小心，咱爱伫上帝面前实实在在来清楚咱灵性的情形。事实上，咱灵性无法度讲已经实全是美，咱若是家己。甲家己拍100分的时阵呢，咱会开始慢慢来大意疏忽一些小的地方疏忽一些小的罪恶，咱真容易轻轻踩踩，放纵咱家己的情欲，结果受到伊的掌控。久以后，咱就变做是哪来哪无自由，因为心就会开始变硬。在新约时代的法利赛人，也是律法的教师，因真正的问题是讲，因理解了上帝的话了后，因就甲家己当作是100分的人，然后会当决定别人你几分。我们在信仰的程度里面，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就越来越不自由了，甚至是开始用上帝的话语，原本是要成为一个解锁的钥匙，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了锁链，去架在别人的脖子上面，然后咱的心也会愈来愈硬，变做是讲，咱无注重咱真做上帝国百姓的身份，是要祝福别人的祭司，是要引带人来就近主的人。所以这就是咱若是无法度真正明白自由的意义、真理的价值的时阵呢，咱真容易变做讲是一个自满的人，亲像犹太人安尼来回应耶稣。当耶稣讲，我要互恁认捌真理，真理要互恁自由的时阵，因毋是真渴慕的心来感谢上帝的囝，颠倒因反问耶稣讲：阮倒位无自由？你甲我讲，阮倒位无自由？安尼就是一个真骄傲的罪。所以求主帮助咱，伫这约翰福音内面，才会写册，互因的对象来看，要互才会读这本册的人了解。当耶稣对你讲，你要得到自由的时阵，你要安怎样来回应？你是认捌上帝的人，也是拒绝上帝的人？约翰福音，咱在看的时阵，每一个故事，耶稣每一句的教导，拢在问咱这个问题。如果咱有机会为头搁一摆来看这个约翰福音，为第1章看到21章的时阵，请咱会当为头到尾，拢一直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
我是一个认捌上帝、接受上帝的人，还是拒绝上帝、弃杀上帝的人。耶稣是上帝的道，自约翰福音的第1章来讲起。上帝的世界通过伊来成做现在的这个形状。耶稣是上帝要启示予世间人的真理，所以伫这个时代末后的世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伊的话要予人真正认捌上帝，伊的话要予人对这个罪的压制中间来得到透放，得到更新甲自由，也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旨意。跟对耶稣是咱一生应该爱行的路，所以耶稣来，伊所讲的每一句话，是要予人真正伫灵、心灵得到透放甲自由。耶稣讲：你若继续遵守我的道，就真正是我的门徒，真正是我的学生。这伫和合本的新版本内面，伊是安尼翻译。继续遵守我的道，意思是讲，咱前捌听上帝的道理，咱前领受洗礼，决志要来跟对上帝，跟对耶稣的脚步。咱前有知影奉献的意义，咱前有知影讲服侍的重要。但是主甲咱讲，继续遵守伊的道。这个意思是讲，咱毋通家己放袂记，甚至是今早起咱所听到的这段教导的话，就是耶稣要互信伊的人得到自由安尼的话。所以每一个人，包括咱大家，包括你甲我，咱每一个人拢爱真清楚来明白，咱信主伫主的恩典内面。甲伫主的外口是完全无共款的世界，所以咱搁一摆来回想着，咱伫主的内面所领受一切丰富的祝福。主讲，咱来继续遵守伊的道，就真正是伊的门徒。遵守主的话，搁去行的人，要认捌真理，这个真理要互伊得到自由。这个自由的意义是讲，伊会当真正成做上帝心意中的人，毋是干那讲，这个袂使做，迄个袂使做，就是真正知影讲，伊生命的形式，伊安怎成做上帝所喜爱的人，上帝所欢喜的人。所以，律法，咱伫圣经的内面，时常听到，当时这个律法的意思律法，我们常常听到的时候，可能会感觉比较负面，因为这是死的，这个文字，敢若拢是老古板的一直细细念，讲罪的规定，犯错的人就会死，因为这是死的律法。甲你讲，你若安尼做的时阵，你就会得到审判。你就会受审判，带有刑罚的律法。咱一般对律法这两个字，一般拢是安尼的印象。当时咱伫启应文内面，咱看到上帝话真实，上帝话互人有活命，上帝话互咱得到更新。这毋是消极的意思，这是颠倒。是一个活的意思。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的律法的这样子意思，它更一个积极的层面来说，是一个生命的律法，是告诉你怎么活的律法。上帝的话是要教人安怎活，上帝的话，当然伊有警告，你无遵守的人，你就会死去。总是上帝的话，伊搁较重要，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教导咱安怎来生存。遵行的人就会当继
继续来活到永永远远，永远活伫上帝身边。所以这是一个有应允的律法，这是一个积极的律法。我用一个真简单的譬如来甲大家说明。最近阮兜我甲吴师娘两个细囝拢去看中医。伫中医内面，咱有看过中医的人，拢知影，医生甲你看完了后咧，就会开始开药啊，互你食，然后呢，会教你讲，啥物袂使食，即个袂使做，袂使食。我是一个鼻仔时常过敏的人，所以我常常流鼻水。大家听到我伫即个讲道的声音的时阵，拢是足红的，足红的声，所以大家毋免紧张，我的鼻仔本来就是安尼。伫看中医的时阵呢，伊的壁顶，伊拢有足侪的食物的名，伫教导人讲。这个袂使食，这个袂使食。特别当即种体质的人，伫看中医的时阵，特别的中医，逐个医生拢会甲阮即种体质的人讲，冰的袂使食，咸的袂使食，甜的袂使食。这就是律法。即种体质的人，就是即种的命运。总是。啥物会使食？除了食的以外，拢会使食。你若无爱听，你继续食甜的，继续食咸的，继续食凉的、食冰的，你的身体就会愈来愈烂，一直继续流鼻水，甚至会开始咳嗽。然后，伊伫讲的这个规定呢，当然咱有自由，咱毋是。压条讲，你就是袂使食遮的，以后若你看到遮的物件的时阵，拢爱甲伊摕掉，毋是，颠倒是讲，咱若遵守安尼，照时来服用伊的中药，保持好的啉食习惯，包括困眠，过敏的人袂当晚困，所以用安尼。照医生的指示来去做的人，你会感觉啥物呢？你是愈来愈健康。当然，咱伫看中医的时阵，上无爱听就是我的囡仔，因为因足爱食甜的，足爱食凉的。即马天气遮热，因拢足爱冰淇淋，足爱搓冰的。所以当因听到遮个规定的时阵，因拢感觉足痛苦的。我嘛是豆豆仔甲因说明讲，即摆听起来是痛苦，总是我用我家己的经验甲恁讲，我的经验是真的，因为我安尼经过以后，我知影讲安尼做的人，的确会愈来愈健康，你的过敏对你的生活影响会愈来愈少。安尼上帝的话，是要互人伫即个真实中间。为即个白菜话来得到讨棒，今仔日上帝囝也要赏赐互咱自由，咱有感觉自由有要紧无？所以首先咱要知影上帝的话真要紧。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自由，这个属灵的辖制、属灵的不自由是多么的痛苦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上帝今天给我们自由是一个多大的好消息，而且是让我们能够在他的真理里面来得到自由。上帝要互咱伫伊的真理内面来得到自由。咱信伊的人，用伊的话做咱性命的准则，最可靠的指导，互咱脱离罪的控制，来得到自由。伫讲道的煞尾，要来甲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的故事。咱其实信主真侪年的人，有时阵咱嘛袂记得，咱伫主的内面得到偌侪的稳定。
最近我收到一个社工的电话，接到一个社工的电话，伊本身嘛是主内的姊妹，伊邀请我伫一个社区大楼的内面关心一个家己大独居的人。即个人呢，伊伫今年还未申请的时阵，出一个车祸，桥倒摆跋倒，伊的骹骨有断去，总是呢，当伊到病院的时阵，医生甲伊讲，即个无法医，必须爱甲伊切断，无即个以后会有对伊的性命有影响，可能是细菌病毒会入到伊的即个身躯内面，伊颠倒无爱听医生的话。伊就安尼转去厝内，然后规工坐伫伊的厝内，看到伊的即个骹受伤无医好，伊就用家己想法来说服家己讲，无要紧，伊家己会好，无要紧，伊家己会好。伊就规工自今年还未申请坐到今仔日，到即马还阁坐伫遐。伊的骹无得着好，伊的空喙呢，拢是烂糊糊的即个形象。阮到伫6月初的时阵，收到即个电话邀请，来去看伊。伊的空喙非常的严重，伊一直家己讲，甲阮讲，即个空喙伊家己会好。伊用真天才的方式来去治疗伊。咱一般人看到空喙，紧紧要去找医生，对无？总是一个人拄着遮尔大的困难的时阵，伊颠倒用白贼话来骗伊家己讲，伊会当用家己的方法来甲伊医好。伊用痱子粉压伫伊的空喙顶面，哇！伊的骹咱。大腿是安尼，伊的小腿是安尼大腿是这样子，小腿是这样子，他整只脚已经就是折断的。一般人咱紧紧要去找医生，就算讲是必须爱截肢手术，咱必须爱甲咱的性命保存落来。伊一直骗家己讲，这个会好，这个会好。伊规工坐伫涂骹，伊食啥物呢？伊即个小姐差不多50几岁，伊有一个外遇的男朋友，伊即个男朋友是有结婚的人，以前是足好的，但是伊出意外了后呢，伊就一直带伫即个男朋友，互伊一间套房，都无过来看伊。规工伊食啥物呢？即个男朋友伊就买网购饮料，互伊食，互伊啉。规个房间拢是毋是铝箔包，就是保特瓶，全部拢是甜的。伊无爱啉水，伊一直伫即种的环境的中间，阮真认真要说服伊讲，紧爱去看医生。你的骹即个空喙非常的严重，伊一方面甲阮讲，伊即个空喙无严重，伊会家己好。一方面呢，对伊的啉食，对伊的啉食，咱一直甲伊考劝讲，你袂使一直啉即个饮料，你袂使一直啉即个饮料。伊就是讲无要紧，这是因男朋友，伊拢叫伊老相好，这是伊买的，伊啉这无要紧，伊就爱啉，伊啉这就会饱。过来，伊有一个怪癖，伊毋准咱叮当伊的啉过遮个管仔，咱要帮伊收本数，伊拢无爱。对伊来讲，遮个管仔，遮个饮料，就敢若伊的男朋友共款。伊一直用遮个管仔来安慰伊讲，这个就是因的男朋友对伊的爱。所以兄弟姊妹，咱若看到安尼的故事伫社会中间，咱是毋是会感觉耶稣的真理是偌尔重要？
咱袂使骗家己，咱袂使活伫白贼话的中间，咱真实爱帮助人，因为当咱家己了准讲，咱已经完美啊，咱已经毋免搁做啥物的时阵，求主帮助咱，看咱家己真正有侪无完全，搁来是一个知影家己欠缺的人，会当关怀即个社会，因为咱真正知影讲，咱得到耶稣的真理，咱有得到上帝的疼的人，伫咱以外，还佫有侪的人无明白，因还佫活伫罪的控制中间，求上帝帮助咱，咱也请大家会当继续为即个女士来祈祷，毋茫讲通过咱每礼拜敢若去1点钟去看一遍，伊的空喙严重，伊的性命嘛毋知还佫存偌久，伊的迄个皮包骨已经是皮包骨的情形，已经到伫即个性命遮尔危急的时刻，伊还佫用伊的话来骗伊家己讲我的空喙无要紧，我啉饮料无要紧，我伫遮安尼就好，求上帝帮助咱，咱是传承真理的人，咱今日在看的是圣经，咱所得到的是活命的道理，咱知影家己的欠缺了后，咱真正知影讲，咱的责任伫即个社会中间是偌尔大，所以是安怎？咱的牧师，我相信陈牧师、林牧师，逐礼拜伫即个讲台，呼吁大家，咱来去传福音。这毋是为着因家己的成绩，毋是为着罗州教会尔，真正是为着上帝，为着这个社会社会中间最欠缺需要的人，拢得到上帝的祝福恩典。咱毋茫讲彼此来勉励，我嘛继续在祈祷的中间，知影家己的无完全，答辩起，拢会家己责备家己讲，我是安怎口才遮尔歹，已经去了1个半月，无法度影响到伊。我嘛伫上帝面前学习来认罪讲，主啊，赦免我以前毋知影讲。我是遮尔需要你的人，我甚至可能做基督徒久啊，我拢感觉这是当然的代志。今仔日看到一个人安尼在生活，我才规个明白讲，主啊，我若无我滚你，我若无得到你的恩典，今仔日我就可能甲这个人同款，伫错误、罪恶、白贼的中间。一直骗家己讲，安尼活才是正路。求主帮助咱，来指示咱活命的正路。好，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引带阮明白真理，这个真理要互阮得到自由。阮的心灵内面，深知主你是要透放阮的灵。主啊，阮真正看见家己的无完全，时常伫家己的错误中间一再得罪你，求主怜悯赦免，也恳求主帮助阮，搁较侪来认捌你。你将你的真理赏赐互阮，得到互阮得到自由活命甲更新。阮也期待阮。这个生命伫有限的时间，阮会当尽力来做主的工作，将你的福音带到伫别人的身边。愿主也互阮真正伫这个福音甲主同工来明白得到主的真理的人是阮的欢喜快乐的。愿主你是阮伫这个社会中间。还佫侪欠缺的人，阮实在毋通掠家己最完全，无责任也无本分。愿主继续赐福
互阮罗州教会的众兄弟姊妹，适合伫阮的牧师中执，用尽心尽意，会当回应主你的教导，成做主你的学生。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这时咱来吟回应诗第194首，咱请起立吟全首。这是咱备万心来奉献。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注目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
是咱拍开咱的酒报，咱来读今日的金句，咱台语读一遍。来，请。恁要捌真理，也真理要互恁自由。约翰福音书8章32节。这是我来报告甲介绍新朋友。首先，咱介绍许英珠姐妹的老师。伊是咱深夜这老师，是咱宜坚牧师的同学，咱他朋友来欢迎。还有那个妈妈也一起上台接受我们大家的欢迎。对。好，再来要介绍一位姊妹杜美琴，真欢迎伊，欢迎伊来到咱教会聚会，欢迎你时常来。再来是黄美贵甲苏佩慧，我囝，好来欢迎今日的新朋友，伊住伫中正路安尼吼，真近，咱望伊会当较食来的，然后会当入捌咱耶稣伊的真理吼，渐渐会当明白信心来引带。再来欢迎王庭君，哇！真优秀的青年，读台北教育大学住伫咱长安街嘛，欢迎伊。再来是蓝信恩，是伊的朋友吧欢迎。伫咧屏东读教育大学研究所，两个斗阵来欢迎时常来。咱唱歌来欢迎者。这是咱拍开酒报，我来简单报告。今日是文理传道奉献主日，咱有交换讲台，咱的牧师去甲受派甲7场教会，咱特别欢迎该瑞莲纪念教会黄明忠牧师，咱感谢伊今日来甲咱证道。牧师请坐。7月份咱的各单位会恢复实体的礼拜，但是咱医院特别注意新的病毒，咱医院确实戴好口罩，不要松懈。来就是11项的部分，请大家遵守最大守主的诫命。那确实无明白11项的道理的，咱用甘心乐意来奉献。会计报告的方面，咱家己来看。佫再来是团契的消息，同心团契，今日要前往淡水小白宫，特别爱提醒大家，就是讲，伫个台语堂结束了后，伫楼骹就要集合啊，毋是下晡1点，等下就要集合出发。双年团契伫个7月24日，就是后主日，台语结束了后要举行例会，咱请踊跃出席。第三个就是少年团契，伫个8月初7要恢复实体聚会。儿童主日学对7月20开始恢复上课，伊佫有举办今年的暑假的儿童营，信心的追随者，咱特别爱注意是8月20甲21号要举行的。然后咱的对象要招收30名，国小1年甲6年的学童。为即马就开始报名咱的额满就要查止哦。虽然咱是写到7月24，但是咱若提早额满，咱就提早查止。咱就请欢迎咱亲戚朋友的子女来参加，来认捌咱奇妙的主。具体相通的部分，咱就伫每一日咧灵修的时阵，咱就为遮的需要来代祷。再来就是。
总会教会中会的消息吼，7月30日拜六上午9点到中昼12点10分，台北中会举办初阶的中职训练会，咱请中职同工同齐报名来参加，报名甲今日查址，吼，请注意。第二项就是台北中会举办教会法定研讨会，吼，伫9月初3到9月初4，吼，即个是到8月31日报名查址。中职同工请踊跃报名参加，吼，咱为着咱的教会的发展，吼，咱注意即项事。吼，咱牧师要补充报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中间，咱有听到真水的这个声乐独唱吼。这位许永书老师是我的大学同学，然后许老师到伫美国接受这个继续的深造读到声乐的博士吼。所以今仔日有这个机会邀请伊伫咱的中间，伫遮来献唱。咱搁一摆甲伊拍破，甲伊感谢伫咱中间安尼服侍。伊嘛。等来几工，差不多1个月时间，伫后礼拜就要去转去美国吼。好，再来就是咱家己的子弟玉君、文珍兄的后生麦克吼，嘛伫后礼拜7月24号要转去到伫加拿大。今仔日下晡青年团契聚会要邀请麦克伫青年的中间，伫遮做信仰的主理的分享。咱伫遮如果咱的青年下晡嘛当踊跃来参与，来伊会分享伊伫加拿大伫迄个所在遐信仰的旅程吼。咱这时阵嘛甲拍破先甲感谢祝福他吼，在下个礼拜天能够平安顺利到加拿大。再来就是咱的佳音吼，今仔日伫中间甲圣歌队遮序乐遮配乐，互咱真水的音乐的即个享受，嘛伫8月1号的飞机要到伫美国伫遐来读音乐系吼。伫遮咱嘛爱真感谢伊的爸爸妈妈，就是福春执事甲方玲姐，用心栽培，奉献即个囡仔伫即个音乐的中间，互咱定定有遮个水的音乐的服侍，更加咱的吟诗或者是敬拜的水吼。伫遮咱嘛用普话写来甲伊祝福佳音吼，祝福佳音。检查咱要阁听到伊伫中间的这个拉奏提琴，爱个。毋知个当时吼，嘛真感谢方玲姐过去伫咱少年团契担任有6年久的即个辅导，暂时伊嘛会陪佳音到美国一阵子，伫遐来适应遐的生活，再甲因祝福。以上报告。这是咱的上营信息398首，咱请起立。临时煞请牧师来祝祷。三甲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正大家三甲伫地，为即时直到永永远远无煞。阿免。
坐。洗手间在楼下。哦，等一下，好，欢迎，我是。